今次呢個視頻係提示同事10條日常工作要注意嘅事項，絕對係同事接觸一個新環境嘅貼身事情，同事應該要細心關注。而家點提一下10個要注意嘅事項。第一係金星客盤點數系統，第二係整理櫃項及定時清潔，第三係銷售前所需及工具箱嘅工具，第四係協助銷售工作，第五係各地芥子圈度嘅對照表，第六係留意實時金價，第七係貨品安全，第八係龍鳳手額要以1對銷售，第九係定期季度神秘人探訪，最後係成為團隊嘅一份子。而家首先介紹一下金星客盤點數系統。每天早上開鋪後及晚上收鋪前，使用 iPad 金星客盤點數系統，如實點存各個櫃項貨品結存數，結存數與報表顯示不符，必須查找櫃項為何不符，直至確實點存與庫存數相符。如確實庫存出現任何問題，必須即時向上級報告。步驟1：先進入分行登錄版面，按次序先輸入分行代號，例如將軍澳第2分行，便輸入 TK2，之後輸入同事的用戶名稱，跟住使用登錄密碼，確定輸入正確後，便可按登錄鍵進入系統。進入系統後，然後看到二維碼及條形碼頁面，再按右上角嘅3點位置，之後會出現功能選擇頁面。喺功能列表頁面中，左上角揾到分區點貨件，再按鍵，按根據位置及貨類輸入資料，再按發送。如輸入嘅實際件數與標存件數相符正確，輸入格會顯示白色；如輸入嘅實際件數與系統標存件數不符，輸入數目不正確，輸入格會顯示紅色。跟住就係其他嘅日常注意事項啦。公司定時會更新各分行嘅陳列設計，希望能俾客人日新月異嘅感覺，帶出呢個新鮮感。同時整齊嘅展示櫃及地櫃，展示我哋唔同嘅款式，感覺更加係琳琅滿目。但係相反，如果櫃項凌亂不堪，顧客對我哋飾品嘅觀感上亦會大打折扣，購買意欲銳減，所以同事應具有保持各個櫃項整潔嘅責任感。每單生意完結之後，盡快整理及還原有關嘅櫃項，包括地櫃、背櫃、士啤盤等等。時刻保持營業環境同埋工作環境清潔。喺銷售前，應該準備所需嘅工具，使到銷售嘅時候更加暢順，讓顧客更有信心。工具包括做生意嘅時候需要使用嚟取飾品嘅公司手襪，讓顧客感到我哋公司對貨品嘅完善保養，令顧客增加信心。計算飾品價格時使用嘅原子筆，向顧客作自我介紹時候嘅名片，能夠更加容易看到飾品質素、工藝、成色、字印同埋公司指引嘅10倍放大鏡等等。補充，
10倍放大鏡一般喺分行提供少量俾公家使用，如果同事需要常常使用，可自行購買嘅。一般喺有規模嘅文具店咧，都能夠揾到唔同質素嘅10倍放大鏡嘅。店鋪內放置咗多個工具箱，供同事有需要嘅時候使用。同事可按實際需要拿取有效嘅工具使用。先向同事對有關嘅工具作簡單嘅介紹。電子卡尺主要係量度飾品嘅厚度、闊度或者係直徑。戒指目通常係一對嘅，用途係將一隻足金戒指套上，再用另一隻嘅戒指目敲打套有足金戒指嘅戒指目嘅末端，目的係以震動將足金戒指圈嘅內圈擴大。跟住中間呢一個就係戒指棒啦，但係一般分店咧都稱佢為戒指尺嘅。主要嘅用途係將戒指從頂端套入，即時量度戒指嘅實際圈度大小。而喺旁邊呢一個就係戒指圈啦，提供不同嘅圈度大小嘅鋼指環樣板俾顧客試戴嘅，量度適合顧客嘅圈度尺碼。最後呢一個就係鋼尺，主要係量度飾品嘅長度，例如頸鏈、手鏈，偶有遇到維修嘅情況咧，便會使用得到㗎啦。喺每一單銷售過程裏邊，係需要好多嘅物資嚟支援㗎。當然有經驗嘅同事能夠獨當一面咁完成銷售，但係如果有同事能夠專注在旁協助，絕對更能夠使銷售嘅同事安心咁進行銷售工作。例如奉上飾品客盤，顧客試戴嘅時候奉上客鏡、開單工具、遞上裝潢盒或者公司嘅紙袋等等。合格嘅協助銷售工作會使銷售交易更加暢順。對新同事嚟講，能夠參與更多嘅銷售經歷，絕對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時機，亦可以增進同事之間嘅交流。提到銷售，因應本地加強對環球宣傳到訪本港旅遊嘅政策，我哋亦需要認知各地各自慣常使用嘅圈度標示有機會完全唔同，而且可能係並無一點共通之處㗎。當遇到有需要嘅情況，必須查找適合嘅對照表校對。例如我哋慣常使用嘅香港11號圈度，就相等於日本圈度嘅9號，美國圈度嘅5.25號，英國圈度嘅 J1/2，而歐洲碼咧就係49啦。介紹呢個對照表俾同事認知，絕對唔係希望同事將佢記熟之後背誦如流，只係俾同事知道，當遇到唔同國籍嘅顧客購買嘅時候，要注意同埋印證確實嘅圈度。縱然係華人顧客，來自馬來西亞、泰國或者南非，佢哋可能對圈度大細嘅理解係完全唔同㗎。同時需要多加同顧客溝通了解。分享咗各地有不同嘅戒指圈度標示，而家要提到更貼身嘅資訊啦。大多數嘅新同事如果冇資深嘅同業經驗，初期好大機會都會委派到金部當值嘅，所以認知同埋記低每一日嘅金價，必然係每一天上班嘅重要事啦。一般嘅金價喺整天裏邊變動嘅機會唔大，但係如果金價喺當日嘅市場變化好大嘅時候，亦都有機會轉變㗎。而家等我嚟介紹一下金價牌啊，4條9同埋3條9，即係黃金。
竹白金即係純度99嘅白金，4條9嘅金粒，大多數都用嚟投資儲蓄嘅。賣出即係出門價，將金飾賣俾顧客嘅金價。買入即入門價，顧客將金飾賣俾我哋提取現金嘅金價。換貨價亦即係入門價，但比一般入門價錢高一啲，條件係顧客將金飾賣俾我哋之後，將款項再購買我哋嘅產品。認知完金價牌嘅資訊，以爭取更多銷售之外，同時亦應該以貨品安全為大前提。同時拿取貨品應客嘅時候，唔能夠拿超過3件嘅貨品應客。當顧客需要拿取更多嘅貨品，應婉轉向顧客解釋。顧客若想觀看3件以上嘅款式，可以1件換1件嘅款式銷售。保持台上只有3件飾品，拿取太多嘅貨品會容易令匪徒有機可乘，招致損失。貨品安全係十分重要嘅，皆因每一件飾品都係由貴重物料同埋高超嘅工藝製作而成嘅。所以而家要提到嘅龍鳳手鐲，其實每一對都係由唔同嘅打金師傅以人手製作而成嘅，可以算得上每一對工藝同形態都係獨一無二嘅。如只賣出一隻龍鳳鐲，剩下一隻係非常難以找到適合嘅配對，再以一對嘅形式出售。應婉拒顧客購買一隻龍鳳手鐲嘅要求，向顧客解釋龍鳳手鐲通常係一對出售嘅原因，並解釋其中嘅文化同埋象徵意義。你可以分享手鐲嘅象徵對夫妻間嘅和諧同埋幸福嘅意義，必定係一雙一對才是好寓意。若顧客堅持只想購買一隻龍鳳手鐲，可以提供訂做單獨一隻嘅手鐲，咁樣可以達到顧客嘅要求，並且維護到良好嘅顧客關係。公司為咗取得前線服務水平嘅動向，會定期安排季度神秘人到店探訪，同事不需要感到困擾嘅，因為神秘人嘅計劃並非要挑戰同事嘅服務表現，同事只需要依從公司嘅綠心服務嘅心態，以7部曲作招待，以輕鬆嘅笑容一視同仁咁樣接待每一位顧客。無論是否遇到神秘人，服務必定都會得到認同嘅。最後一項要注意嘅，亦都係最重要嘅提示。之前各個注意嘅提示可以幫助到同事適應新環境，但係更重要嘅係盡快融入你嘅團隊。我哋嘅前線分享工作絕對唔係單打獨鬥嘅，同事與同事之間經常有互相嘅支援，得到團隊嘅接納同埋認同，完全係建基於信任同埋關係。信任源自於你對工作嘅專注，而關係就視乎你係咪主動啦。我哋一直奉行6福大家庭嘅企業文化，互相尊重、互助友愛。同事剛到咗新環境，可以主動多與其他同事交流，記住同事嘅稱謂，早上上班與同事打個招呼，關係必定好快有所增進嘅。優良嘅互動關係令工作流程更暢順，更可以得到有經驗嘅同事指點，更快成為團隊嘅一份子。多謝你嘅收睇，拜拜。